每年接近40個有特殊學習需要嘅青少年會嚟到呢度體驗大學生活。佢哋當中好多人係第一次坐校巴返學，第一次自己揾課室，第一次買飯，學知識，亦都學習同人溝通。陳進衡屋企有好多關於太空同歷史嘅書籍同 DVD。佢鍾意研究第2次世界大戰嘅歷史。咁對《Man in the High Castle》佢係講述咧係一套平行時空嘅劇集。如果當年咧納粹德國、日本啊、意大利等等嘅軸心國咧打贏咗第2次世界大戰嘅話，究竟會對日後嘅世界帶嚟啲咩影響咯？但係其中一個結果就係納粹德國同日本會成為全世界最強大嘅國家啦。即係基本上咧，全世界所有國家咧都會成為德國同日本嘅領導。大家都可能要做德意志民族啊，或者做大和民族，要講德文、日文啦。不過呢啲興趣同知識並冇令進衡得到快樂嘅校園生活。佢有自閉症，細個時好少講嘢。我其實由小學到中學都係冇朋友嘅，因為尤其是嗰陣時細個真係我真係會怕醜啊，唔敢同人哋傾偈啊。嗰陣時咧就真係非常之內向咯。佢哋同我傾偈嘅時候，都可能會想同我傾啊，即係佢哋都會喺度話關你咩事啊，走開啦，咁唔想同我傾咯，特登要同我避咯。而家係可以話好咗好多，算可以話俾翻啲自信咯。即係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入咗呢個特教青年學院咧，即係同人哋相處咧，即係可以話俾翻啲信心我啊，令到我即係講嘢嘅時候唔會話太過緊張啊，或者唔會講嘢太過細聲咯。進衡讀緊嘅特教青年學院係教育大學喺6年前成立，專門招收有特殊教育需要嘅中六畢業生，為佢哋提供1至3年嘅培訓課程。勝在我哋校園咧，就算我哋冇特教青年學院啦，我哋喺唔同嘅場所咧，都有機會係遇到即係不同能力嘅人士嘅。啊，譬如話我哋有啲社企啦，咁佢都會請到一啲智障嘅人士係即係服務我哋嘅。我哋校園咧亦都了解到就話，既然係開放啦，咁所以有各式各樣，包括埋有特殊教育需要嘅人士喺我哋校園裏面出現咯。我自己覺得就喺校園裏邊咧，都係有一個即係共融嘅氣氛喺度。呢日一班同學上緊同資訊科技助理培訓有關嘅課程，唔止學知識，佢哋乜都要學，要識得自我介紹，識得同人溝通，要練打字。跟住咧就會有一段文字啦，我想你哋鬥快，係啦，但係要準確嘅喎。要學設計。已經好耐冇用過呢嚿嘢㗎啦，已經我諗低咗好耐啦。你就可以喺度打啦。我哋目標喺搭8之前，大家咧就要整好一個海報啦。每個學校入邊嘅人士啦，大家都認識佢哋，知道佢哋嘅定位。就連學校架構都要學埋。咁就學校就係中間啦，就會去延伸有唔同嘅地方咯喎。入邊有唔同地方啦，就有圖書館、教員室、電腦室。咁 IT 咧就係學校嘅一個小幫手啦。我哋要知道就係要 check 你聽話就睇下有人同中意做下打速成啊！用嗰個 Canva 去揾我啲嘢圖片我咯。電腦失手冊咯。我會做IT 嘅助理或者活動助理嘅相關嘅工作。其實咧，我對於將來對於做咩工作，其實都係依然好迷茫。所以我而家呢個課程咧，就希望可以俾到一個有工作嘅機會咯。